问夫人，这飞金之水从来有啥勾连？你为何对这白兔丝丝爱恋？
此去不归，地狱种种原因。这夫人良心真好，我更要帮助于他。夫人，我替你伤心委屈，到军中西江造访，不知你丈夫姓任名谁？姓儿名子远。什么？他叫儿子远啊？怎么是我父帅的名讳？小将军，你年羹多少？我今年26岁。你好像是我不是你那个没有良心的小畜生。小将军，你不要说骂人，这种不孝之身，不要说骂他几句，就是当他一顿，也是才有应得。小将军，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，这世上通明懂情的人多的是。这事我也不叫姚继郎，我叫刘成宇。夫人，你可为实事写信，2字一hal，那就好。